2025年，無論香港定係全球，都發生好多網絡安全事件，有源自黑客攻擊，有配置錯誤。對你哋嚟講，印象最深刻又係邊單呢？有超過700間企業遭受 Salesloft GIF 供應鏈攻擊，連網絡安全公司都中招，至少7間受影響。好多人都有嘅 Gmail 被傳25億用戶資料外泄，要緊急發警告改密碼。Google 罕見澄清，話係謠言嚟。講開 Google， 今年佢都幾多新聞㗎。10月嗰陣俾3大黑客集團聯手威脅公開數據，其餘仲有近40間大型企業，包括 Cisco 等等都有份被勒索。第7位翻到嚟香港 ，OK 便利店遭受網絡攻擊，冇得用電子支付，個 app 又開唔到，超過10日都未用得翻啊！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。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草案。條例確定2026年1月1號實施，8大產業都要 ready 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嘅電腦系統啦。唔好似歐洲多個主要機場咁，個登機系統俾黑客攻擊，導致電腦系統癱瘓，影響機場運作同航班升降。至於中國呢邊，有40億條個人資料被指外泄，據講微信、支付寶都係重災區。被認為係史上最大宗個人資料外泄事件啊！第10位到第4位嘅新聞種類五花八門，你嘅心水又出現咗未？即刻揭曉頭3位。微軟 SharePoint 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，波及全球超過400個政府機構同企業，唔排除造成大規模資料外泄。微軟亦都緊急發布更新，修復漏洞。AWS 大規模故障，全球服務中斷15個鐘，影響幾千個網站同應用程式，潛在損失過百億美元。Cloudflare 11月嗰陣，因為系統配置出錯而發生全球大故障，持續4個鐘，影響全球大約20%，即係750萬個網站，大量日常用戶同企業都受波及。今年 Cloudflare 喺6月同12月都曾經因為自己而出事。嚟緊2026年，唔知會唔會穩定返啲呢？網絡安全無小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啲事件中吸取教訓，加強自身防護。